即马咱客户伫阿 U， 换甲有春。你安尼对公司敢会得过？对客户对我呢，敢会得过？你摕遐薪水，敢会歹势？我是才拄来实习生啊，其实吼，同事常常咧加班，大家拢嘛真辛苦。迄业绩哦，我想应该毋是挑工的啦。所以咧，你就辛苦就凄惨，我就要甲恁同情心。你倒讲我是几股动哦？业绩做无就做无，讲遐济是要创啥？我要看到的是解决的办法，若是当满足客户的要求，管他你是辛苦也是辛苦，就算讲你拢无来上班，我嘛无要紧啊。喂，林女士吗？这是病医，要通知你林秋山先生昏倒大医。我咧无闲啊。你当时今仔日下班之前，大家拢会交解决的方案。若想无，今仔日莫下班。阿辉，莫叫我遐轻啊！我几大都已经偌久啊。哦，伊也负责百离婚嘛，有关系啊。啊，你甲迄个有所内婆的，恁一暝几离婚啊？话莫讲我歹听啦，我只是想要来看查某囝尔。老细，我早就偏好啊！强你离婚了后，我无爱你的钱，查某囝我娶，你啥物时阵要看伊？还是经过我同意？咱就还未离婚啊，我即马应该会使来甲伊看。啊你，Kiki，啊你坐车。爸爸，你要做伙回去无？奇怪，你想要妈妈回去，爸爸一定会找时间来甲你看，我带你出去佚佗，好无？好。差不多摕书久啦，啊你坐车。爸爸当时歹人。对，你做歹代志，佫无爱负责任。你大汉了后，千万毋通去一步。阮妈妈哪会甲爸爸结婚？妈妈就是目睭脱汤，才会紧着去看物食啦。妈妈，咱要去倒？咱先去病院一转。病院。嗯。去看另外一个物食人。我真是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咱几多年的交情啊，交互我啦。你是啥？你好，我是市建局律师。你应该就是林先生的查某囝。对啦。来，这位是伊的太太柯秀玲律师。阮阿爸的太太，你结婚啊？毋对，因两个已经结婚了。我你要娶相就娶相啊，啊伊即摆安怎？恁阿爸的身体，这几天拢无介好，前2天伊伫厝的门口埕昏倒，到即摆拢也袂醒过来。医生讲，伊的状况无好。
好啦，你若阮先再甲我讲。嘿呀，林小姐，稍等下。我是小林的律师，嘛是伊的朋友。有几项代志，我有义务爱向你交代，说明一下。这关系到林先生财产的分配。财产？伊就住迄间旧厝啊。主要是因爸母阁留一块农地予伊，差不多7、8分。英困。妈妈，我想要听你讲故事。这有啊，明仔载我去读册呢。拜托吧。好啦，鸟鼠的故事，好无？好。你会记哩即只鸟鼠无？伊看到一只猫啊，伊伫咧拍日头，拍到头戆戆的，啊，就伫咧困，因为只。妈妈，哈，今仔日咱伫白衣看到的感谢公。嘿，阿公敢有欠你去？伊欠我的太济啊啦，若是钱。阿姨敢会讲故事互你听？多谢妈妈讲故事互我听，到无受钱。妈妈真无简单，才甲你生落来，会当讲故事互你听，我感觉足幸福的。安尼你敢会当逐工讲故事互我听？当然啊，好。啊，这只猫啊，困咧困咧，刷落来出现一个歹人，这歹人。主要是因爸母阁留一块农地予伊，差不多7、8分。农地，我价值偌济价值差不多2000多万。2000多万？是。所以林先生若万不幸过身，因为伊并无立遗嘱，这遗产得交予伊的牵手小林，阁有你对分。等下，为啥要对本？伊也毋是讲阿母。为啥要交对本？因为因两个已经是法律上合法法定夫妻啊。我袂见啊，迄是讲阿爸的财产，伊遐亏欠我，伊的财产应该拢我的。林老师，你较冷静咧。除非恁阿爸即马精神，甲财产拢过互你，啊，无若是按照法律，就是爱安尼分。爸，阿爸，无效，无效啦！斩花主殿。我甲你讲，旧年阮老爸过身了后，我就足想伊啊。啊，我的大学同学有介绍我去一间宫庙观落阴。观落阴？我嘛有去过呢，不过啥物都无看到啊。还是你迄间无好，我迄间改了。
我真想看到阮老爸呢。敢毋是啊？真是咧啊！我嘛感觉实在是有够奇妙的啦。啊，阮搁一直开讲啊，搁讲着我细汉的时阵。你讲迄件奇妙伫倒？请问，你好，请问哪伊？什么代志？我想要来关录音。关录音嘛？啊，来，出个 VIP 啦，起来，遮坐，啊坐啦。哎呀，来，食茶。哎呀，啊看你要做倒一种的吼，啊，然后我摕美女互你参考一下哈。哎。请看，阮哦，关录音吼有3种版本哈，互你拣。有遮侪版本哦，啊，恁这是咧办特种旅游哦？阮这关录音哦，无咧好笑的呢。阮这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介出名哦。好啦，参考看卖啊啦，看要倒种。啊，敢真正看会着啊？啊，看会着，看袂着吼，啊，这要看机缘啦。啊，每一人体质无共款啊。啊，阮过去的经验咧做吼，是基本上拢有70%的机会会看会着啦。啊，所以这嘛要看你个人啦，在你啦，啊，参考看卖啊。好啦，那安尼，我要普罗版的。优秀，少年的就是爱安尼。好啦，安尼你先甲这亡者的这个出世日月吼，甲伊的死亡时间互我。啊，伊还未往生呢。哈？还未死？伊还未往生，不过已经昏迷几啊天啊，应该差不多啊。差介济呢，这不是安尼用的啦，这无通，袂使，这无通。我啥办法拢试过啊，真正无步啊，才想要试看卖啊。啊，若关无吼，我嘛袂怪你。这真正袂使啦，这拍拍名声啦，这真正不是安尼用的啦，无通啦。人咧讲吼，也着你也着神啦。啊，若关无，我嘛袂怪你。无，我搁添一罐油香，互你安心。不是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再爱甲你解说一下。阮做关录音吼，是咧关这个往生者1/3票，啊，伊都安尼个昏迷吼，还阁剩1/1票尔，这真正无通啦。我真希望会当互阮阿爸精神，啊，若是当吼甲伊带转来，这嘛算是你的功德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阁互我考虑几工看卖啦吼。免考虑啊啦，若关无吼，我就随走，嘛袂叫你退钱。Very good， 查某囡仔伊好心感动天，吼，你遮心意满满吼，我若阁吼甲你提示吼，安我不是啦。好啦，交代互我啦。好 ，Follow me，呀。哎，好嘞，咱客这边请哦。啊是咧惊啥啦？久久闭闭安尼啊，看起来赤白白，恶人无胆。食啦。这蛮少年的食啦。来，水柜贵宾，遮坐。好来，坐来。哎，紧坐啦，你是惊啥？来，你鞋先脱掉吼，尾仔马脱掉。你 VIP 呢？你来遮就当作来掠零啦吼。哎，尾仔摕起来哦。灵符小化江湖海，火光现黑照天开，一道灵符定乾坤，千妖万邪不敢进我大门。啊，你甲脚浸喺迄个符仔水内底吼。迄阵是啥物事啊？迄阵哦，迄阵叫法主公。哦，啊，连面就是要请法主公吼来做主，来带你去找恁的亲人的亡魂，你知无？
啊，毋过伊还袂死咧。啊，手举起来，讲较济。欸，你敢若放较定尔，哪会疼啦吼？就是爱用你手指头的花吼，捂这个红丝线，带你来去找你的这个亲人啦吼，知无？当行使，来，手换下。我即摆吼要用这个红布吼，甲你的目睭盖起来吼。啊，连咪吼，你若是真正到位吼，伊是袂使往头看哦，无你啥物拢看无哦，知无？好啊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来咯，来，哎呀，放轻松，放个轻松吼。Have a good trip！ 哦。啊，我啥物拢无看的啊。靠腰啊，我都还没开始咧，手机也袂念咧啦，就急啥？开始啊！靠背啊！这是啥物件啊？我哪伫遮？这是关录音，我敢若有影有车咧。比 Vision Pro 迄台搁较厉害。请问，敢是林女士？对啊。歹势啊，互你等遮久。欢迎来到花主公关录音的现场，我是你的导游。导游？对，是你啦。因为花主公伤过无闲啊，所以请我来应带你。伤过无闲？你是公孙笑？你是毋是咧避鬼避怪，要甲我骗？毋是毋是，歹势啦，互你误会啊。阮灵界是根据你个人的特性，客制化打造适合你的空间，互你放假轻松的顺利进行落去。遮体贴。这是阮应该要做的啊，请你对我来。好，这就是你的起点。歹势啦，今仔日才倒来上班尔，我先看说明书。我来，这就是你旅游的起点，请你望壁顶任何一张相片，就当记录对方的回忆。哈？你毋是要直接带我去水馆个卖灵魂哦？毋是哦，规则就是安尼。你必须爱伫回忆内底收集对方的三滴目屎，才会当看到伊的灵魂。这样啊？我开这个是要铺路板，我还收集目屎，才会当看到伊哦。规则就是安尼写的啊。啊，毋过阮阿爸根本就无回无目屎，安尼是要安怎收集啊？你根本就是甲我刁难啊！切，我就毋知呢。啊那呢？我是要安怎收集？还是借我过去哦。哇！目屎干啊！目屎干啊！你甲目屎滴入去即罐就会使啊？啊，收集煞了咧。你就会自动退出，搁再到别个回去收集啦。啊，若是迄个会议内底根本都找无目屎咧。
你会当伫会议内底，亲像甲别人再会共款，手热热的，就会自动退出。啊，搁有啊，一件代志就是，我继续看卖啊。那是我细汉的时阵。林阿慧，林阿慧，请问，哇塞，感受真好势啊！你死啦！我只有我个回来，底是有形的哦，摸袂到内底的人哦。我拄仔要说明，你就甲我插话啊！你敢若会当看，袂当甲内底人互动。好啦。阿伟啊，阿伟啊，阿伟啊，安等，好，耶，你出来讲价呀？你来食饭啊哦，啊。阿爸，莫困伫碰伊，会寒着啦。袂啦，免甲我管啦，你食你的暗顿啦。随在你啦，我嘛无想要管。莫管，莫管啦，唔食伊，唔食啦，有你这款老爸哦，实在是我靠背啊！我哪会阁顶错啦？请问，敢有拄着？点点啦你！进来啦！到啊啦！钱，起来，紧来，紧来！来，看你可怜。我不，是你搁甲我唱歌啊？先抱啊啦！物件家己乌白饼啊，上台你可面对啦。你假赢我啦！好啦，即摆互你啦，吼。讨厌你啊！你每次甲我唱的，较紧的啦。好什么好啦？好伫山顶啦，好。我明仔载要教老师呢。你假赢我！好啦，客气啦，客这全部都去找啦。我无爱这边做报道啦，我爱我的婆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莫搁乱哦。我即摆手气当好，互你靠甲你乌有伊啦，啊，较无后悔哦，家己趁来了啦，去找啦，吵死啦！我的婆啊！歹势，来。我的婆啊！我的婆啊！点啦！安怎？有顺利无？哇塞，感受真好势。无，伫会议内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恁设计这个关卡，根本就是要甲人创治。我去遐会议，我才收到就袂爽。啊，你也袂到3工，我是要安怎收治啊？规定就是规定啊，是真正袂当斗3工啊。啊，毋过我会当偷偷甲你点读一下。啥物啊？
你真少看相片，其实内底有藏目屎线索。唱刷手，嗯，婆啊，婆啊，来，急啥啦？来啦，拢互你啦。甲你兄这歹势啦，啊，我连讲水一挂嘛。好啦，拢转去啦，拢转去啦，死个啦。啊，不然食早顿，我请。要紧啦，食早顿，死个免了米啦。死啊啦！真正是，你看咧啦，担架呢啦，哎呦呦，是安怎啦？起。你坐甲等死啦！爸，你在创啥？啊，无啦，无啦，是啥？你有我看哦。无啦，拄则咧看伫涂骹啦，等你落啦。我婆啊，我有的。无啦，莫哭啦，是调工的啊，你是。你就是调工的啦，无啦，莫哭啊啦，不准哭啦。好啦，我等你下啦，莫哭。有目屎啊，对无？我哥啦，回来底拢是我的目屎，哪有阮阿爸的啦？那有可能，相片内底一定有恁阿爸目屎的线索啊。就已经讲阮阿爸无血无目屎，哪有可能会哭啦？伫你的回忆内底，恁阿爸真是一摆都无哭。无，绝对无。敢有影啊？敢有可能伫你无看到的时阵哭？对，就是这张。拍死。你是伫边哪会走来遮？顶。啊支哦，莫大。加一支哦，啊仔一支啦。啊，你有无？拍死。这支等下哦，哎呦来。S 啦。恁咧创啥货啦？啊，拄则开工，啊，恁就咧拍牌。OK，我咧家具真忝啦，我小休困一下。啊，要休困爱等你厝的啦。你看，人客即马咧赶订单这边啦。阿宝，来紧搬看啦，快紧，马上给他送过来。喂，那个安怎？我那边过。喂。好。哎呦喂啊！哎，你要去倒位？我查某囝咧病院啦，我来甲看啦。你一病院都医生咧顾就好啊，你家具搭搬我才走啦。你工钱我无爱啊啦。喂啊！马上过来个保庇啦！哦，阮阿辉啊吼，伊无代志啦。做无，你定甲阮保庇啦。阮阿辉也无代志。好呀，爸爸要来啦！哎，互你平安啦，莫互你出代志啦。
甲安尼啦。我还顾一件，我细个时外都我老爸啦，而且啊，伊人搁去校，咱会搬到边安尼啦。啊，伊就是无细个摔落楼梯，啊流足侪血啦。啊，即摆虽然已经止血啊，啊，毋过啥啦？毋过伊嘛是足虚弱的啦，啊，需要赶紧输血。啊，你紧啊！你等啥？啊，恁祖囝是 O 型血，啊，即摆血库已经无 O 型血啊，啊是你敢有熟悉 O 型血无兴奋。啊，你等我。去丢。喂。喂。我毋是有讲过，你莫搁卡来啊。我知啦。伊个阿辉啊吼，发生意外啦，即摆伫个附近的病院，需要输血。离婚的事，我已经讲甲足明啊。咱撮互你，我甲你已经无地带啊。对，你会当教我册，教我离吼。啊，贵是你查某囝呢，伊身躯内底有流你的血呢。我顶个月结婚啊，所以即马无方便。我拜托你啦，算我甲你求好无？以早是我唔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求你救咱的查某囝好无啦？伊若杀三刀两短，我就啥物拢无，我就无望啊啦。我是伊的阿母，近亲嘛袂当输血啊。你讲啥？我即摆是要安怎啦？阮翁嘛是O型血，毋过我感觉问伊敢若无啥透动。拜托好无啦？你甲求啦！你着求恁翁啦！拜托啦，好无啦？是安尼，阮翁转来啊。你要治我？你查某囝嘛要治？臭查某，卡手查某！呀，你要安怎啦？阿母，阿君啊，多谢恁。我甲阮翁后个月就要搬厝啊，咱以后嘛莫搁联络啊。阿母。阿母咧，阿辉啊，阿爸伫遮啦，无啥物阿母啦，哈。我望着阿母啊，
我要找阿母。阿母无要治你啊啦，无要治我，嘛无要治你啊啦。我不管了，我不爱你了，我爱阿母。你无爱我，干那我才说要治你啦。若要找阿母哦，你家己找啦。阿母，阿母，你记得我，阿母，阿母。恭喜恭喜，地狱目屎已经收一招啊！你先考，无啊，我只是想要到我阿爸食时会考。啊，人拢嘛是会哭啊，只是有时阵无想要互人看到尔。好，来，咱继续拍拼。输落来，你想要进入倒一段？这张，还是这张？有啦，有哦，来，我你啦，哎呦，哎啦，香米银啦，过哈，你是跟咱会晓邻居甲跋筊是？来哦，换你啊，啊就无啦，无就过啊，我，嘿啦，换你啦，紧啦，这检查。哎，紧嘞，你是看啥？哎，拍出来假皮皮哦，是无爱拍是哦？无啦，我看恁查某囝啦，唔好读大学，定喺交男朋友啦。哎呦，已经大汉啦，莫甲伊管啦，拍牌，啊！啊来向我无水是要安怎啦？怎讲是真好？对啊，好你的根啦！哎，伊是安那？阿知。来去调整我。好。阿慧。安尼恁兜就你甲你阿爸两人尔。阮阿母伫我细汉的时就离开厝啊。安尼恁阿爸一个人带你大汉，一定足辛苦。哦，迄个时阵，伊逐工敢若会晓啉酒，甲跋筊，伤我辛苦。遮尔无负责任啊！伊毋是啥物好阿爸啦。安尼你敢有怨恨伊？还是想挽回。哇，心太贵。我若是会当较早甲你熟悉，你知我好。先拜。阿伟。啊！你想死啦！阿伟啊！你慢点！你若甲这个猪哥行做伙啦？你家了你是恁爸？旁边风干啦，是不是风干？边啊风干真正就俗辣的呢！我代志唔得你管了，你走啦！啥免我管？啊，你明我读册，走来公司才不得不这代志。少年呢？你叫啥名啊？猪狗有赛在给不得你。我叫老师。你们回来，硬走，来走。走啊！你别走一堆啦！阿伟啊！快走啦！听你阿爸的话啦！来啦！阿伟，喂！哦，阿伟啊！哎呀，来！是你啦！哎呀，我受伤啊！来，发工资，来！哎，我讲错，来，工资，来！
哦，这里来。哎，多谢。来，点一个哈。头家啊，我来敢300啦。你规工啰嗦，毋是遮毛费就遐毛费。啰嗦。你当作我是开公司，还是开教堂的？有道理啦。我是咧提毛费啦，这嘛我请的，嘛我请的。但是你着慢吞吞啦。你讲啥啦？你唔能安尼啦，啊，不过你写手册。你还在卖来啊？卖来就卖来啊！上期啊，你后个头路啊！干，想要抬刀你？操你去死啦！垃圾的。卖够啉啊！这啦，伤后悔啦，一工欠1点啊，都有够啦，1点欠会够的啦。我老爷结婚用的啊。一工用袂着啦。你哦，过来一招，有无？讲听到我的心跳，扑通。这个耶，我心跳在遮，好你再一个。我输鬼，假人。哎，你毋是有练身躯？我问一下。哦，要看我这个。有啊，扑通的。较紧啊。你教就较紧，恋爱的感觉。哎，小姐，来，麻烦你，来。立夏啊！天下风山，来，来可以。哦，你妈安尼啦？啊，去死啦！死啦！你赶车啦？好啦。哎呦，你别等着呢。无啦，阿伯，你误会啊啦。啊是误会啥？查大姨咧啊！哎，阮表兄妹啦。表小妹哦，那真好康啦，我都无招待。表兄。招待无啦，真厝的人较亲啦。亲哦，等于亲阿哥啊。你讲啦。你若讲老皮安尼吼，哥甜吼，你袂记一摆就拍一摆啦，听有无？听有。啊，好啦，啊要对啦。好，话甲讲煞。假袂啦。哦，阿伯，正人啦。走啦。这样听，这个，啥掉狗伊啦？去死啦！老人你行落去啦。走啦你！啊，你这是要创啊？我要搬出去住。啊，这个恁兜啊，你搬去对？去睡厝啊，无就甲男朋友分租。甲迄个不得不切的做伙大，我不准啦！我头拄拄着伊甲别个查某骹来手来，已经要甲做到白啊啦！你搁要甲伊搬出去住，你头壳歹去。我已经知影，伊甲我解说过啊，迄是伊的朋友，看嘛有见过面，但是根本就毋是你想的迄款。从我细汉到大汉，你逐工毋是啉酒就是跋筊，根本就无咧顾家。我要爱啥要分啥，你无资格通管啦！你走，你走了就永远莫回来。总你放心啦，我袂阁踏入这间厝，你好一卡宝。
拢走啦！甲你无共款啦，拢去死啦！无爱看你啦！恭喜哦！我感觉你已经愈来愈熟手啊，通过的速度哇愈来愈紧哦。我知影我有真侪所在误会阮阿爸，敢袂当直接带我去找伊的灵魂。我已经学到教训啦，无想要阁继续受一目屎啊。歹势啦，规则正经是我定的啊。无，咱讲找看卖，敢有你已经放袂记，佫真重要的回忆呢？敢要去了解看卖？来，嘿嘿嘿。赞！哎呦，哎呦，别回来，想啦。喂，爸，我是阿辉。上恶死啦！诈骗集团，哦，你要骗老人啦，干你去死啦！毋是啦，我真正是你的查某囝林雅慧。好啊，物件我看就看。你是怕要去通轮吗？你要搞大油，一定要吹好，我都要收去。再见。阿爸，哎，阿爸结婚啊？千万买啊，好不好？结婚啊？就恭喜啦，恭喜啦，哈！啊，
啊，搞啥啊？先摆啦，你嘛有去过伊啊？迄个双脚大双唇的阿肥啊！你嘛一直对有成见好无？有啦，你要甲谁结婚，我拢无意见啦，就是不准甲伊结婚啦。我要结婚，唔免你决定。敢免我决定，我你老爸呢？我有心啊！啊，你一个阿肥啊！啊，好啦好啦，啊偌久啊啦3个月啊。3个月袂有啊啦。唉，你较拜托，伊得要做阿公啊，毋通讲遐毋是款好无？啊，我是对你毋是款啦。甲讲你感觉你是一个好阿爸，你有知影做一个好阿公？我毋是来甲你冤家，我要喊伊爸母见面啊！主子，我写伫遮啦，你若有闲就来，无来嘛无要紧。这是我当初离开的时，我说你看起的物件，即摆现你，我要来走。要考试。我哪走啊？原来是老人办那首叫酒精。哎呦，食饭哦！啊，你食无简单，才转来做工课。你早到去厝西总遐上班，你是伫大公司领头路呢？有啦，阮查某囝要结婚啦。恭喜恭喜！啊，今仔哦要去个南方的家长啦。啊，我煞到了水去，啊想讲哦，啊情啊必杂的。阮后位也加过，嘛较袂用欺负。哦。哦，啊，你为着做囝呢？你嘛真希望呢？应该啦，做囝嘛一个尔。哦。好啦，去食啦。哦。你阿爸敢有来？哎呦哇！哎，更好，当去拗过。哎呦，那包第一台？开台，开台，给你撮好啊。还有一台哦。哦，这条伫咱遮放真久啊呢。啊，都咧搬，细哩的啦。哎呦喂，哎呦喂。对啊。几岁啊？阿爸，阿爸，快走吧！叫人啊！有人听无？大家，大妹，阿爸，你来倒三工啊！你来倒三工啊！阿三，哎呦，阿玲啊，哎，怎么那么严重啦？无代志啦。
都已经上到来大赢，你搁讲无代志？无代志啦，看到你吼，心情拢好啊。对啊，还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甲你拜托啦。啥物代志啊？就昨昏咧摔，摔一个手机嘛摔害去啊。有一卡啦，要送去互阮查某囝啦，你帮我送过。你也讲吼，我无法度交啊。地址写伫内底，吼。劳你啦。安尼我知影啦。就这个。谢意哦，吼。好。诶。我等下带过来。好。你好，请问敢有一位林雅慧小姐定位？请稍等一下。我敢有来过。有，这里请。我是雅慧，不是雅慧呢。迄不是我，迄不是我呢。你做啥啦？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恁爸爸送你的物件。阮爸爸？歹势，伊常常有代志无法度过来。莫提，这不是你的物件。多谢。迄不是我。Hello。你有一个足好的爸爸，你一定要好好啊珍惜伊。我知影。是我啦，你莫提啦，你真正是，你提遐要做啥？你甲公阿爸送好礼物，送互别人安尼，你敢知？我本来根本就无收到礼物呢。今晚公阿来抢公阿爸的财产，你真正是上蛤蟆你！就想买一支目屎尔啦，你这小财我真正是。小查某！敢是受到什么刺激啊？你也无要斗3工，就上较边啊咧！我安尼要摕去公阿爸上尾一滴目屎，甲伊戳转来。对，就是这张。真正足无聊的。你上爱食的豆腐来啊！哎呦，你哪知我爱食豆腐啦？我就是知，啊，毋过吼，今仔日袂当伤险。哎对，我迄痔疮吼袂当食伤香。是你的手啦，用你的脚啦。真的啊？你手爱化中啦。系啊。哇，这手我大。哇，无简单。哇，所以我爱你讲，以我即摆速度吼，你要叫我吼，绝对叫会到的啦。所以你要我来叫你。哦，我听我。所在，这一个门。哦，你是咧画啥？做报道啊。正正画过一张吼，阮阿慧啦。今仔日咧接机了时阵吼，看着相簿啊，雄雄哦，我想要画一张互伊啦。你会当直接去找伊啊？这久无联络啊。我若雄雄安尼走过吼，伊无欢喜啦，来甲我骂。正正迄段婚姻，互我上大的教训就是，话若是无讲出来，啥物人会知影你伫想啥？其实咯，我转行业酒了后，才了解到，品质好的酒吼，拢是安尼看死的啦。以早就是安尼。想着翕啊，才甲我人生有加咧回过去啦。
了然啦。哎，啊，赶紧去找恁查某囝啦，啊无你会后悔哦。伊袂接我的电话啦，你要先卡啊。我都放假。你还袂找到啊？也袂啊。你敢要想要提早结束这个 routine？ 结束，我做代志毋捌放弃的啊，只是是啥物？我看到阮阿爸回忆，感觉我毋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囝，甚至毋是一个真好的人啊。伊知影你遮尔着急要找伊的灵魂，一定认为你是一个好查某囝。无，我毋是啊。哪会有这张相片啊？我会记得我要生的时，我阿爸无来啊。安尼，敢有目屎藏伫遮？罗兰啊，你来哦！我数一下，有没有推声啊？你来起来。哎，唔知咱囡仔会生做啥款哦？若是查甫的，一定较幸福；查某的会想我。那安尼就是甲我较像，我感觉吼，应该是查某的，所以啊，甲我较像。若是甲你较像，一定就水了。不过我这个做老爸就爱烦恼。这阵我阿爸就足恨你的。是呀，咱囡仔生就生啊，是毋是嘛爱甲伊讲一声？唔免啦，我结婚的时候伊无来，迄时阵上好见面，伊嘛无来，我早就无吃吧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，嘛是爱甲伊讲一声的。哦，唔免啦。哦，不爱讲，较慢的，慢慢来。阿伟，我开会就无时间啊，你有代志教我吼。什么？哎，喂，什么？我今日袂使去找你啊。我是小姐，我是小姐，我是小姐，我是小姐。救人啦！救命啦！无代志啦，爸，我无代志啦。有哪无啦？这是你干嘛呢，爸？小姐，别管吧，阮查某囝伫迄山房啦，去甲救啦，恁去啦。西西，西西。我做宝宝病，我阿爸命无代志，命无代志。医生嘞，医生嘞，是不是？迄时阵，我阿爸有来，我竟然唔知影。你生时的外伤是无啥物问题，但是电工的部分有淡薄仔怪怪，需要加带几工仔陪伊好好检查一下。是倒位怪怪啊？
即马嘛无法度确定，毋过上好是爱有心理准备啦。阿辉啊，阿爸，阿辉啊，阿爸，我伫遮。阿三，你精神啊吼？阿辉啊咧，啊，你是梦到恁查某囝去？阿辉啊，即马安怎啦？较细个。即马是较好势个囡仔咧。你敢要先顶我地？好啦，你是安怎啦？目眶红红啦？啊，无啦，我是落目油啦。哎呦，你先好好休困，好无？来摕水互我啉啦。你想得好。像阮阿伟啊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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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讲！我爸想要一直目屎伫倒，我无想要继续无菜时间啊！我真是唔知。你讲咧骗？你真知影伫倒？我讲过啊，小米内底有目屎刷刷。你有讲哪无讲呢？真是的。你是应该的人，搁会扫。嘛了过一个啊。你甲阮阿爸买工买工，计算计打，都有我一寡乱七八糟的线索，对我这撞遐撞的。你误会啊！阮完全是客制化打造形成的。客气你去死啦！你拢共款，是鸡喙好累累。对，就是这张。安怎？我若真是看到阮阿爸，伊若无插我，是要安怎？家己的查某囝，哪有可能唔插？毋过我确实毋是一个好查某囝。阿辉，对阿爸来讲，你永远是好查某囝。去啦！计算计打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切啊！医生，医生，有人无？较细哩啦，要创啥？阿爸，要去倒？都无人来啦，医生。
摕着啦，摕啦。摕啦，先摕着啊！你要找啥啊？你较细腻的啦，你伫遐要创啥？真是假的。你身体也袂好呢。你安尼好无？你做危险的。哇，这顶啦！是假。是较唔对。这。我是看你对啦，我要退我啦，我要退我啦！受伤啦！啊，这无路用啦！你莫讲我诶，我怕你讲我啦！你莫讲我啦！这无路用，他是看你的。喂呀！代志，我拢讲会啊。咱来走，咱来走。哎呀，阿爸惊袂去啊啦！阿爸搁坚持一个啦，会到去啊啦。真正无法度行啦。阿爸真正是足失败的，我你失望啊！无啦，你无啦。我阿爸做忝的，做忝，我想要搁转去啊！我失败一摆好无？一摆啦！你这样拼死，我会感觉见到你最后一摆，阿爸已经足顽强啊！你是要创啥？你要甲 me too 哟？
恁阿爸，我手机都要念完嘞，恁阿爸。快走！你要对？你即摆若走，我是无退钱哦。我想要甲你讲，伊的财产全部拢会当归互你。我咧想，这嘛是伊最后的心愿。我细汉的心吧。我阿爸顾一个，甲我带大汉，有偌辛苦。伊破病时，是你伫伊的身躯边爱照顾，伊的财产，你本来就应该爱有的。啊，这我你哪会？想袂到有一寡代志，会当甲伊用心，才会当了解。不过已经没有啊！这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我是一个阿米啊，我是阿米啊，我有一个大尻川，哈哈，滴滴滴滴滴滴，放屁啊啦！啊啾！我感冒啊，一定是我伫咧学校拢无洗手。滴滴滴滴。当时当哥看到阿公。有一天，咱一定会看到伊啦。安尼我袂爱阿公讲故事互我听。好啊，咱即马就来讲一个阿公救查某孙的故事。好啊，好啊。阿辉，我甲迄个查某已经切啊，咱真是袂当搁重新来过。咱自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啦，就莫搁继续。啊，毋过咱搁有一个查某囝，你是毋是会当为着伊顾着看卖？我知啊，我会互你来看查某囝。你毋是一个好翁婿，啊，毋过我希望你会当做一个好阿爸。
有一寡物件我已经收起来啊，你要来上铺，可能还阁找一个。敢是这本？对。来，坐咧看。你细汉时阵搞古锥。是安怎啊？无啦，阿爸甲一个捌帮助我的朋友，做得足善的。哦。啊，对啦，就是这张。我看你阿爸一直咧画。啊，哪话跟哪讲，讲有物件要送互你，他是放伫倒位啊？这是物件。阿辉啊，这是你的结婚礼物。阿爸啥物拢袂晓，也送袂出好物件啦，就送你我家己约的鹿梨红。啊，大家涂骹约几多年才阁学出来，会足好啉的啊！是有钱人嫁查某囝送的酒啦。我嘛毋知影当时会当送到你的手内啊，伫遐当阵我已经无伫啊。毋过我相信啊，若有一天你照我话从宝岛去找，一定会找得到的。